我住喺西灣河一個大約200尺左右嘅劏房，咁係一家4口嘅，咁就冇管理啦，同埋冇電梯嘅，咁對我生活咧就係好唔方便嘅，因為我哋一家4口住喺200尺比較細嘅，咁所以咧佢個煮食飯個空間咧就係真係有限嘅。咁所以咧，我都知道，小朋友係需要營養，係要即係屋企煮多啲嘅。但係因為真係廚房太細啦，即係空間有限咧，咁所以我哋基本上係以外賣為主嘅。我屋企係有2個小朋友啦，咁平時將飯台咧，既係飯台又係學習台，又係儲物台嚟嘅。咁基本上佢哋所有嘅嘢都係喺度，即係學習啊、寫字乜嘢都喺度啦。咁基本上我同我先生就會坐定喺度，唔免得打擾佢哋做功課嘅。我而家都有排緊公屋，咁我都知道香港係寸金尺土，即係一家人經過努力咧，個個都係可以改善嘅。咁以後上咗公屋咧，就會即係環境會大大改善啦。有一日我翻屋企就撞啱新家園協會有個職員喺度派緊單張，咁佢就講解咗劏房嘅服務，然後我就知道香港區有一個香港島嘅區域服務隊，我就去咗耀東新家園服務中心啦。咁職員咧就向我介紹咗好多即係基層家庭嘅支援服務嘅，咁佢哋好理解我哋嘅困境啦，及時地向我哋介紹咗社區客廳呢個服務嘅。社區客廳的確係幫咗我好多，依家已經係小朋友嘅第2個家，佢哋可以喺嗰度自修，即係有個學習空間啦。我哋可以使用廚房煮食煮飯，而且我仲有識到好多劏房嘅家庭啦，係有共同嘅生活空間內建立咗好深厚嘅感情，同埋大家會互相幫助。社區客廳都有沐浴空間啦，同埋洗衣服務嘅，解決咗我哋嘅日常所需啦，亦都有按摩椅嘅。即係令我哋可以喺適當嘅時候可以放鬆下，但係同時咧，我都好慶幸遇到新家園，識到劏房區域服務隊啦。咁我唔止係受幫助嘅家庭，亦都係呢個服務隊嘅義工。服務隊會定期咧喺區域宣傳街站啦，或者係會舉辦義工培訓或者劏房嘅資訊簡介會，我都會積極咁參與嘅。希望將我嘅幸運傳遞俾他人，施比受更有福。